鐘嘉欣同謝姨老公結婚10年，有2個女女1個仔仔，一家5口生活幸福。但15號微博熱搜驚見，港媒曝鐘嘉欣在加拿大起訴丈夫，話鐘嘉欣喺2025年10月28日透過 Instagram 直播公開婚前協議副本，指控協議入面存在欺騙性條款，例如限制佢婚後收入支配權，並聲稱已經向加拿大法院提出離婚訴訟，要求重新分配財產同埋爭取子女撫養權。消息迅速傳播，令唔少粉絲擔心佢婚變。15號鐘嘉欣現身馬場出席活動，接受我哋訪問嗰陣表示：網上面都最近嚟嗰啲傳你又話你婚變，點解唔使理啦，唔係淨係我啦，我諗個個結咗婚就會有傳聞話散啦，咁拍緊拖又會話唔適合啦，即係其實唔需要理會呢啲小事咯。其實呢啲好正常啦，我哋喺娛樂圈裏面，即係我哋最緊要就係專注翻喺自己嘅感恩我哋自己嘅小確幸啦，同埋專注翻喺自己嘅成長，活好自己嘅世界咪得咯。係啊，其餘嘅花邊新聞啊嘛，我唔會為咗呢件事瞓唔着咯。